最近大家都喺度討論2026年嘅吉祥物柿子齒脣，佢裏邊藏住啲咩意思？佢竟然冇大家印象裏邊必備嘅大紅色，而係選咗一套好有分量嘅國寶色，青黑月白金黃青銅綠色。呢個選擇嘅背後其實好有來頭嘅，一個充滿咁多能量同埋紅紅火火嘅一年，最頂級嘅祝福唔係火上燒油，而係錦上添花。佢呢4個字祝福嘅格局咧，從1年嘅喜慶拉長到3000年嘅文化底蘊裏邊，呢套嚟自時間深處嘅國寶色，對我哋而家嘅日常穿搭，尤其係翡翠從着裝嘅搭配，又有啲咩啟發呢？黑青色係一個根基之色，最好戴嘅就係墨翠啦，寓意穩如泰山，心中有數。墨翠壓住氣場，配一啲淺色嘅衫，顯得個人咧特別沉穩同埋清醒，好適合你做重大決定同埋談判嘅呢啲場合。月白氣韻之色，對應嘅就係啲高冰玻璃種嘅款式啦，譬如呢啲高冰嘅戒指啦，呢啲都係白冰蛋面做出嚟嘅。同時呢啲嘅白冰手鏈啦、平安扣手鏈啦，日常戴亦都係好合適嘅，寓意虛懷若谷、光華內斂。冰透翡翠就俾人一種留白感，配搭一啲米白啊、淺灰啊，或者一啲柔軟嘅顏色咧，都特別協調嘅。戴住佢咧，成個人都可以散發出一種清雅乾淨嘅氣息，可以提升你嘅貴人緣，乃至聚會都係絕配嘅。金黃色富饒之色，唔使我多講，就係黃翡啦。正所謂金玉滿堂，富不外露。黃翡咧係一種含蓄嘅富貴，用一啲深藍或者啡色一啲就顯得有內涵同埋格調噶啦。青銅綠生機之色，好似呢啲咧咁有種水同埋洋綠嘅顏色咧，你戴上去咧就非常之舒服。綠翡嘅寓意係生生不息，配搭同色系嘅就好有生命力。用黑白灰呢啲中性嘅色調去調和佢咧，可以助你事業穩健、朝氣蓬勃。呢套國寶色指南嘅核心就係平衡2個字，用翡翠嚟貼身佩戴，對應墨翠嘅定、冰種嘅靜、黃翡嘅富、綠翠嘅新，就好似隨身攜帶嘅能量核心咁樣穩步前進。如果你對其中一種顏色特別有感覺嘅，不妨嚟錢錢呢度咧親自試上身，關注錢錢請翡翠唔踩坑。